3日前先買機票，快閃廣島。雖然係2、3線嘅城市，生活機能都好充足。原來廣島嘅棒球隊係全國數一數二嘅，所以呢度一街都係應援物。入住咗一間好近廣島站，前身係 cafe 嘅 hostel， 間房係女性限定 ，common area 好闊落，有足夠嘅洗手盆同埋風筒，仲有 Dyson 嘅捲髮器。最好嘅係沖涼房隔離就有洗衣機、乾衣機。好肚餓啊！即刻衝咗入去食咗碗魚仔飯。喺拉麵店入面，淨係嗌碗飯嘅話，其實係好奇怪嘅事。行咗一陣街就去食廣島名物廣島燒。唔知點解呢度啲人咁大食，可以一個人食晒全個。入面有餅皮、雞蛋、炒麵，仲有幾隻蠔。我食完之後飽到嘔，之後要再行街消化下先得。夜少少就返去酒店樓下隔離嗰間餐廳，正式開始我嘅 Oyster Fever。主要嘅蠔都係嚟自瀨戶內海，味道都係鮮甜，唔太重味，口感都係 creamy 嘅。返上去 hostel 同大家 room tour， 床位都算係闊落，床褥又夠厚，仲要有個矮櫃可以俾我當台用。好啦，我都要瞓覺嚕，我やすみください。所有嘅旅程第一站都係要去飲啡嘅。選擇困難症嘅我，多數都係問店員：おすすめですか？お願いします。原來頭先 serve 我嘅店員就係店長。除咗 drip coffee 之外，仲推介我食 cheesecake， 好超咁展開我嘅第一日行程。好彩有試到 cheesecake， 勁軟滑，仲要唔太甜。離開之前買咗一包咖啡豆，店主仲好細心咁教我沖煮嘅溫度同時間。佢問我係咪會繼續 cafe hopping， 所以隨即推介我去另一間 cafe。同店主傾偈，原來佢哋兩個係 friend 嚟嘅。對於廣島飲到嘅咖啡，我都係滿意嘅。飲完咖啡又肚餓啦。係一間正常嘅日式麵包店，麵包種類十分之多。正常嘅炒麵三文治、紅豆麵包、咖喱包、蜜瓜包、忌廉包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
而最後我係揀咗鹽卷同埋蜜糖 blue cheese 包。喺日本未試過食到唔好食嘅鹽卷嘅。個 blue cheese 包都幾出色㗎，又唔太韌，個味道又夠濃。哇！呢度發生咩事？明明一直行街都冇乜人，點解好似所有廣島人都集中晒喺呢度？原來係麵包祭，我呢個麵包控開心到呢。間店都要排隊，時間有限，我就揀咗一間好似最多人揀嘅。點知前面排咗差唔多100人，排咗2個鐘，我終於見到啲麵包啦。幾驚排到我就賣晒，好彩佢貨源都算充足。排咁耐就係因為佢哋嘅購買過程太慢活啦，有介紹、揀包、packing、收錢都係慢慢嚟。我都唔執輸，揀咗4個包。火腿三文治即場食咗，開心果包都有啲驚喜。轉頭入返 shopping area。呢間食蠔嘅都幾出名㗎，出名在好多花款，好多味道。行咗一陣街，再去蠔吧。想講呢間蠔吧係成個 trip 最出色嘅。老闆好細心，好詳細咁介紹每一隻蠔，而佢嘅英文都幾好㗎。啲蠔食得出好新鮮。我喺 menu 嗰度發現到大人蠔味雪糕，好可惜當日冇供應。之後再去樓上嘅蠔店，除咗生蠔之外，仲食咗啲西洋風嘅蠔料理。我覺得熟蠔都幾好食喎。今日係我最期待嘅一日。搭車嘅時候望住個海已經好興奮啦。係我期待已久嘅尾道市。我10點未夠就去到，商店街啲鋪頭都未開門。商店街嘅鋪頭好有昭和風，好適合影相。經過一間麵包店，見到好多本地人幫襯，就喺呢一度食咗我人生之中覺得最好食嘅 bagel。啲包仲係暖嘅，新鮮出爐，特別好食。呢個係合桃栗子包，入面啲餡多到滿瀉。而呢個就係驚豔我嘅枝豆 cream cheese bagel。嚟到尾道，點都要試下尾道拉麵嘅。
其貌不揚嘅拉麵店係尋日豪巴老闆介紹嘅，佢話係最正宗嘅味道拉麵，的而且確入面全部都係本地人。味道拉麵嘅特色就係充滿貝汁嘅醬油湯，好明顯嘅油香，但係又唔會太鹹。麵條就係幼身偏軟嘅，唔係我杯茶。900N 一碗，得一塊叉燒都好合理嘅。總括而言，又唔係唔好食㗎，不過唔係我鍾意食嗰款拉麵咯。呢間係最多人推介嘅打卡咖啡，裝修係文青風。好彩坐到窗口位，但係啲食物就打卡係 OK 嘅。可以睇到火車經過，鐵膠表示開心。坐纜車上山，價錢有啲貴，記住上車嘅時候坐車尾嘅位置。好快就會見到瀨戶內海，睇到個風景就會覺得價錢好值得㗎喇。一落車就會見到好靚好 modern 嘅觀景台。個景真係靚到黐線啊！夏季限定嘅風鈴聲，仲有一對恩愛年長夫婦互相影相。千光寺有個佛珠裝置，好神奇咁發出令人覺得安詳嘅聲音。慢慢行落山，就會必經過貓之世道，沿途都係貓主題嘅藝術品。連地下都有㗎。雖然寫住呢度出沒嘅貓貓，不過我全程只係遇到呢一隻貓。反而入咗間 gallery， 入面有兩隻嘆住冷氣比較活躍嘅貓。一路行落山，抬頭望返上去就會見到頭先搭過嘅纜車，個 vibes 就係令我愛上味道嘅原因。仲有令鐵膠着迷嘅火車軌，每次聽到平交道發出響聲都會好緊張。
我等咗好耐，最期待嘅畫面終於出現啦，係檸檬色嘅車車。行到背就入咗間擺滿藝術品嘅 cafe。望住啲藝術品飲咖啡，心境就會變得平靜。尾道唔只有山，仲有海，有幾個碼頭可以搭出去出面嘅小島，亦係本地人每日返工返學使用嘅交通工具。咁啱就遇着放學時間，好多學生踩住單車坐船返屋企。唔係講笑㗎，呢嚿雪糕超級好食。店員即場滗一嚿雪糕夾喺兩塊威化中間，就係細個成日食嘅莫娜卡。威化薄脆，牛奶雪糕味道好重，完美嘅配搭。尾道市仲有唔少有質感嘅小店。我 book 咗 Mike Yuen 介紹嘅居酒屋，可惜唔係時令，冇生蠔供應。錫紙醬油煮蠔好 surprise， 喂呀，點樣可以做到啲蠔好滑又唔會變蠔屎㗎？呢度嘅人超到一個點，未夠6點，商店街又閂晒門咯。離開嘅時候好幸運，可以搭到檸檬車車。仲可以搭鐵欣賞夕陽，今日嘅滿足度係爆晒燈啊！又望住個海出發，哇 ！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！所有嘅遊客應該都集中晒喺公島。記住上船要坐喺右邊。因為咁樣先可以睇到嚴島神社嘅海上鳥居。公島係唔俾餵鹿嘅，所以啲鹿比起奈良嗰啲溫順好多，亦都可以解釋點解佢要連紙都食。食早餐時間，咪睇呢間歇息廳咁新淨。佢已經有超過50年嘅歷史㗎啦。
傳統日式紅級咖啡係深烘焙，苦味先至係好嘢。餐廳最出名就係用咗宮島蜜糖嘅多士，成個宮島都係燒蠔店，係好食嘅。如果冇蠔殼碎就更加好啦。宮島嘅名物係飯殼，因為發音係吉祥嘅諧音，有祝福嘅意義。演變落嚟，幾乎祈求乜都得。鋪頭仲可以幫你寫你個名落去。因為個貓樣就吸引我買咗一杯檸檬梳打。不得不提，檸檬係內戶內海嘅名物。繼續食蠔。唔知點解店員送多咗隻蠔俾我 ，Lucky Day。飛印度。推介去呢一間咖啡飲返杯，因為佢樓上有一個舒適嘅位置，可以俾你慢慢嘆。我好少會去一啲知名嘅遊客景點，嚟到都入去睇下啦。嚴島神社係起喺潮漲潮退嘅地方。大鳥居係日本三景之一，一早 check 咗潮退嘅時間，可以行落去親親大鳥居。為咗唔好整污糟對新鞋，行得特別小心。潮退嘅時候會見到鳥居下面嘅蠔殼，估唔到佢真係有一股魔力，令到我影咗無數咁多張相。啲鹿仔純良到有遊客會摸下佢。唔知點解呢位攝影師特別受鹿仔歡迎。有冇聽過鹿嘅叫聲呢？搭返船，搭返車出市區。今晚食咗間遊客店，好彩佢嘅價錢都好合理。鐵罐蒸蠔，醬卜卜好好味。原來橄欖油煮蠔配法包好 match 㗎。最後一日繼續去嘆啡。
途中經過一間迷你咖啡店，好自然咁飄咗入去。日照嘅自然光加上簡約嘅室內設計，淨係環境都已經贏咗啦。再去另外一間咖啡，好明顯呢一間好受歡迎，一開門已經坐滿咗幾台客，睇佢嘅配置就會知道佢有幾專業㗎啦。除咗咖啡，食物都係中上。店員仲推介我食雪糕 puff， 雖然開心果味唔係好明顯，但係外脆內軟嘅口感一定好好食。臨走再追加多一杯手沖嘅凍咖啡。朝早嘅行程就係去睇貓主題嘅浮世繪畫展，不過入面就唔可以拍片影相嘅。再去附近嘅麵包店，買麵包諗住返香港食。點知搭飛機嘅時候已經食咗其中2個啦。臨上機之前，再喺機場食咗碗蠔拉麵嚟結束今次嘅旅程。如果下次再嚟廣島，我諗我應該會睇返場棒球賽同埋踩單車。